相先。 사인지를 원하시는 위치에 붙여주세요.我見到好多現場嘅朋友都非常之興奮啦，好想同佢哋揮手啊！多謝晒 Baby Monster， 감사합니다. 跟住落嚟出場嘅嘉賓呢，都係非常之犀利，我相信佢都會令大。首先特別想感，你好。首先特別感謝大家給我們這個寶貴的獎項，然後特別想感謝我們的 Monster 一直在支持我們。有一天，有一個粉絲說，世界上沒有愛，如果世界上沒有愛這個單詞的話，你會怎麼表達愛呢？我現在可以回答，把我的世界都給你，真的特別謝謝。 감사합니다. 인사드리겠습니다. 지금까지 베이비몬스터였습니다.